年底啦，真係冇辦法啦，依家首付2萬，你要嚟嘅就俾你，好嘛？套房咧就係89平方嘅3房2廳，3米2嘅客廳，見到嘛？朝南嘅大陽台嚇，跟住4人嘅餐台，入邊嗰個位置咧就係廚房，廚房咧通風採光嚇，係一流嘅。出邊仲有一個細嘅陽台嚇，放洗衣機、熱水器都 OK 嘅嚇。咁入到嚟咧，我哋咧居套房嘅位置嚇，就係嗰個珠海山姆店過嚟10分鐘時間嘅，好嘛？公共衛生間，嗰間房咧可以作為書房或者多功能房嘅嚇。跟住兒童房見到嘛？1.5米嘅大床，加個全尺寸嘅書台位，後邊背靠嗰個位置咧就係衣櫃嘅衣櫃位嚇。入到嚟嗰個位置咧，主人房見到嘛？全尺寸嘅飄窗台，朝南啊，好舒服，望小區嘅1.8米乘2米嘅大床。嗰個位置咧放衣櫃嘅，跟住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嗰個咧係主人房嘅套房，好嘛嚇？如果係有邊位朋友對於我哋居套房首付2萬有興趣嘅房咧，可以留言俾我領取資料嘅，好嘛？或者係直接入我嘅主頁就可以揾到我啦。